Hello， 欢迎收看不会写的闽南语汉字，我是小张。同梯、楼梯在国语里面都读作梯，可是，在闽南语里面要读作港梯、楼梯，为何港字也无港音？是不是有写错字？这集看完你就知。我们马上就来查这个字，在说文解字里面写木街呀，将木地声，这个字可以读作地，也可以读作滴。从这个字，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个重要的观念，也就是 E 跟 A 这两个韵母之间可以互相转韵。真的可以互相转韵吗？这么说有没有道理？我们现在就来举例说明。这个字可以读作记，也可以读作给，记小都要用计算机。这个字可以读作 B， 也可以读作背，更可以读作背。小张，你不是讲要来催我？哎，歹势，一个无用，说起又袂记字。还有别的例子吗？当然嘛有。这个字可以读作力，也可以读作累。这个字可以读作机，也可以读作鸡。孔明心机妙算，还会晓设计机器。现在话说回来，这个字我们一开始讲过，可以读作推，也可以读作推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有两个重点。第一，声母从的变特；第二，多了介音，也就是这个乌。这个介音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所以今天不再重复了。我们现在就来讨论第一点，也就是声母从的变成特的例子。第一定的定，嘛会使读作听号的听；交代嘛有人读作交代；发展嘛有人读作天开的天；内休天息嘛是用这字天。有了这些观念之后，我们现在回来讨论这个字。有人读作港推，嘛有人读作港推，这个字嘛是楼推的推。小张，你不是说这个介音可以来无影去无踪吗？没有错啊。那这个字是不是也可以读作梯？完全正确。如果你以前有看过布袋戏的话，你一定有听过这句话：你有你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过墙梯。这字梯就是这个用法。闽南语不是上高雅言，但是足深足文雅，声母韵母拢有弹性。我们用正确的观念，把自己的文化找回来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和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